人甲人三角斗阵，互相讲话，表达咱的想法，迄是一项真要紧的功课。因为话若当表达适当的时阵，咱就会当体会伫过去这段时间，咱常常咧听迄个讲：你有了解我的明白吗？你有了解我的明白无？也就是讲话的人吼，讲话的人伊并毋是摕一个草稿，一句一句踮咧讲。实际上，咱若咧讲话的时阵，咱拢体会到，你咧讲话的时阵，你家己嘛伫做整理，你家己嘛咧想要甲表达的物件，你阁会有一寡新的走入来，毋是亲像讲你白纸黑字安尼甲人讲煞代志就了。所以咧讲到话，讲到言语的时阵，伊是一个话的，伊含文字，伊含其他所留落来记录无共款。偏偏讲话稳当是有伊的处境。咱若看册、看文字、看图、看相片，咱可能会当伫咱家己的处境中间来看。但是每一句话，如果若放伫伊的处境中间的时阵，咱会体会迄句话是活的，伊会活出来。即款活命的话，就是主耶稣伊家己本身在甲咱讲，伊道成肉体来甲咱中间是即个实况。所以咱在讲到诚做一个基督的门徒，真要紧的，就是要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通过伊互咱活命的话来重新塑造咱的生命。当耶稣伫即个世间，踮咧伊的家庭的工课代志拢发落好势，照咱的了解，差不多30岁时阵，伊要出来，要来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。要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，第一项工课，竟然是互圣神带伊去旷野，踮遐安静灵修亲近上帝。伫遐40日眠了后，圣经安尼记载讲，伊就要撒旦就来试探伊。撒旦来总共互伊3个功课，这3个功课中间有一项就是咧讲你是上帝囝，你会用甲这石头变做饼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嘛有这个充分的理由，将这个石头变做饼。但是咱会记得主耶稣伊讲这句话，预备来，人会活，毋若活靠饼，就是活靠对上帝的嘴所出朗诵的话。主耶稣讲人会活，毋是人得活哦吼，人会活吼，那个迄个道真趣味吼。人会活，将活当作是一个附属。人会活，人的东西啊，人的活吼，人得活，毋是干那活靠食物。所以耶稣并无否定讲食物的重要性，耶稣无否定哦。耶稣毋是讲人会活无需要食物，毋是毋那干那活靠，意思讲食物嘛需要。但是，更较要紧的是对上帝的嘴所出朗诵的话。咱若要诚做一个活人的时阵，就毋是干那咱有物件通食，腹肚直着饱。要诚做一个真正有灵的活人的时阵，创世纪中间咧讲上帝将伊的灵传一个口气，然后对这个人入去。咱就诚做有灵的活人，所以耶稣咧甲咱提醒，毋若逐工咱食物件，咱腹肚直着饱，更较要紧是有上帝的神、上帝的灵伫咱的内面，这才是真正一个人。人毋是干那腹肚饱就好，咱阁有精神的部分要直着饱足，心灵的部分要直着饱足。这个部分，上帝的话家己来养持咱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最近分享咧讲到上帝话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这基督教信仰咧讲的上帝话就是圣经，就是咱咧讲的这本圣经。这本圣经，保罗写配合伊的同工提摩太，伫咧后书3章16节，拄啊咱所读的圣经咧讲到这本圣经同要紧的到第17节，这个所在咧讲，边边来行朗诵的好事，就是要互人互服侍上帝人练达。互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，互服侍上帝人心灵得到饱足，
当咱得到把握时候，咱就有气力便便来行朗总的好事。这是咱的讲到圣经上帝话，伊的本质就要紧的，要来互即个人得到把握，得到练达，通好来行最的好事。所以即款行最的好事，的确是咱心善的好事。咱若看圣经内面有足侪遮的话，亲像讲，咱看道平红色的，这是诗篇119篇130，道平红色的，预备来，你的话伫我的。咱爱找白话字老师来读吼，像，你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咧讲上腔，口腔里面的上部分上腔，你的话伫我的上腔到偌甜啊，到偌甜，伫我的喙比比较甜，这真水吼。比比搁较甜，咱来看绿色的部分，119篇150来，你的话对上帝的话，咱也有即款的体会，遐尔啊甜，我足爱。糖尿病有糖尿病的人会当啉蜜水无蜂蜜，会用的无？会用的无？即个蜜。互人感觉甜，阁好，阁对身体好，但是伊敢会甲其他的糖共款，造成遐个负担，还是负面的？圣经咧讲，上帝话比蜜阁较甜，毋若干那甜，伊阁实在是一个真正健康，要造就性命，得到把助，互人心灵得到活力，互人心善。上帝话伫即个所在。正平咧讲骹前的钉，即款骹前的钉吼，咱若细汉举高仔钉，咱就较体会着。因为高仔钉吼照袂远，照拢嘛敢若边仔遮尔定。但上帝真趣味，讲活命的话是咱骹前的钉。你若停伫迄个所在，你看到就是四周围这两步宽的所在尔定。但是你一旦若看清楚了后，你就往前行一步，往前行一步，即个骹前的钉就安怎？伊嘛往前行一步，对无？你骹前钉，所以上帝话，互咱知影，阮当是甲咱做阵相同行的。迄个骹前的钉吼，是迄个会震动的骹步，伊一直一步一步一直甲你引带，互咱会当去经验到一步一骹印。所以若甲上帝话摕掉的吼，拢无要震动吼。即个上帝话，伊无法度甲咱人生的道路规个拢甲咱指明出来。所以上帝话是骹前的钉，即个本质咧，甲咱提醒一步一步，爱往前来跑走。即个清楚骹前的钉，伊嘛共款一步一步头前要互咱行。伫讲到上帝话本质的时阵，希伯来人书第4章12节，伊即个所在，互咱一个更较清楚的讲法了。预备来，因为上帝都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生命的剑较来，凡那魂甲神、骨质甲骨髓，无刺入破开，心内遮的念头甲私意，也无监察，无负得正，对无？大意讲无咱即马较少用即个啊。80多年前，宣教师巴克勒牧师，迄个时阵，咱用的大意就是安尼。父母对囡仔无听的啦，负得正是绝对听的，用负得正甲数学的观念拢带入来。但是即个所在同样紧的讲，上帝话敢若像生命内的剑，伊要破入去咱的生命中间。同样紧的就是讲，互咱有机会得到改变。人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同惊就是有一寡观念、一寡习惯、一寡态度，愈来愈硬化，拢袂改变的，袂修正的。但是上帝话会互咱的观念愈来愈换新，生命愈来愈得到改变。所以这是咧讲到上帝话本质。讲到上帝话本质，除了有即款伊的实存以外，同样紧的上帝话，互咱会当看到耶稣基督伫咱中间的荣光。哥林多后书第3章18节，预备来，
咱正人的面无大拍，亲像行倒照主的阳光，拢变化做伊的像。对阳光到阳光，亲像对主就是神。伊遮咧甲咱讲上帝话，亲像镜。有一首诗我讲上帝话，亲像面镜，亲像镜。镜毋是干那要互咱照咱家己，伊咧讲到迄个镜内面有主耶稣的阳光，互咱看到咱是上帝囝儿，应该有阳光的款式。但是以前看袂清楚，是有一条手帕，有一条手巾啊，甲咱砍掉，看袂清楚。伊讲正人的面无要阁打即条帕，即个手巾啊无要阁打掉，摕掉啊。所以咱会当看到镜真清楚，看到咱上帝囝儿迄个阳光的款式，就是主耶稣的阳光。这是对神、对上帝遐所要互咱的，这是咱咧讲到上帝的话。若是本质了，有一点仔咱会明白，咱要搁较要紧来看到对伫上帝话的一个态度。咱常常讲哦，迄个态度会决定你的悬度，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。这个态度会决定你的悬度。面对上帝话，就是面对上帝。这个所在咧，甲咱讲面对尊贵阳光的上帝，真自然咱会有一个敬，一个尊敬的造出来。然后看到上帝的性格、神性，咱会惊敬畏。中文咧讲的敬畏、敬畏、尊敬、敬畏的心，若有出来时阵，迄个态度来面对上帝话。所以圣经伫咧以赛亚书66章第20倒平即个绿色的咱来读看卖白来，总是我所看过的，就是谦虚心痛悔，因为我的话来。这样在长叫做袅袅喘。台语讲袅袅喘，也就是讲面对一个实况，你会流唱歌；面对一个对象，你会感觉家己袂堪伫，所以会袅袅喘。台语讲袅袅喘。古早即款袅袅喘是伫外口甲人相拍，转来想讲这老爸毋爱安怎毋爱要安怎面对伊，即个袅袅喘。人若谦卑，用谦卑的心，用痛悔的心来上帝面前，就是用这款袅袅喘的态度。所以咱看到甲主日学的学生，咱所讲的即句话，就正凭即个红色预备来敬畏。咱看到遮尔多，在讲到对伫上帝话命的话，应该有的态度，应该有的态度。即款的态度真要紧，就是要互咱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咱才会当互咱的目睭得到开，耳孔得到通。目睭有开，耳孔有通，咱才有可能对圣经来得到教示，对圣经来得到引带。目睭若无开，耳孔若无通，讲过较侪摆，嘛袂进入咱的内面。咱常常会感觉讲，上帝你到底有咧听我，有咧帮助我无？迄个帮助来。咱若是耳孔无通，目睭无开，咱无可能得到这个帮助。这是咱咧讲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上尾咱会看到讲，若安尼上帝话对于咱的实践，就是咧讲到这两项预备来，耶和华，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因为我会对你的缘故，带我伫平坦的路。遮讲到一个就是指示。第二个就是讲到带引带，指示是互我明白，互我知影；指示是互我明白，互我知影；引带是互我会晓得按照安尼来行。所以一个是知识栽培的功课，但是通过伫生活中间的实践，伊要成做一款的智慧。所以咱常常咧讲到知识与智慧不同，栽培知识甲咱的智慧无同。你会当知影真侪知识栽培，但是是毋是伫生命中间、生活中间，伊会当实践出来？那实践行会出来的，迄就是智慧。上帝话命的话，互咱智慧，敬畏耶和华上帝，咱要得到智慧，毋是干那得到一寡栽培，是生活中间，咱会当得到即款清楚的引带，这是咱所咧讲的生活中间的一个实践。
所以那安尼的时阵，都一个功课。哥罗西书第3章16节预备来，就互基督的道理，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。互基督的道理，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。伫即个所在，敢若讲一项，也就是讲，咱就爱读圣经，爱背圣经，毋是敢若读，爱背。互基督的道理、基督的真理，真正充满伫咱内面。若无充满的时阵，咱就无可能来经验到迄款的一个信仰。咱会记得有一个故事吼，叫即个叫啥？毕士大，毕士大。伫约翰福音第5章讲到即个所在，咱决定来台北来，伫耶路撒冷郡羊门有池，希伯来的腔口叫做毕士大，有5个玲珑，玲吼，玲就是咱看咧种菜种稻啊，一玲一玲，有无？玲珑吼，啊珑就是走廊，有5玲珑，吼，玲有一点仔敢若亲像是计数的单位哈，5玲珑安尼。约翰福音第5章咧讲到一个故事，讲到踮咧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羊门，这个羊门另外一个嘛叫西亚门。是司提反伫迄个所在，互点石头的所在。即个门行入去了后，边仔有一个水池，倒边即个所在是你即马去看，已经有生草啊等等遮。但是古早即个所在是一个水池，叫做毕士大。即个水池内面有水，照犹太人的传说，一年有一摆，即个内面水池啊内面的水会震动。即个水若一震动吼。第一个跳落去的人，无论你什么款的病症，拢会得到医好，拢会得到医好。这伫个以色列的传统中间非常的要紧。所以踮咧耶路撒冷有遐尼侪人去圣殿敬拜主，去祈祷，但是有真侪人踮伫毕士大即个池边啊，逐工都爱去。为什么逐工爱去？因为一年一摆，你毋知影倒一工，迄个水会搅震动。震动的时阵，第一个跳落去的人，伊会变，无论是太高、摆骹的，还是讲羊形，还是讲任何一款的病症，拢会得到医好。约翰福音第5章咧讲到，耶稣来到这个所在，看到一个人摆骹，已经几年啊？38年，看到一个人摆骹已经38年，伊就甲伊问讲：啊，你有想要得到医好吗？这个人安怎讲？伊讲，逐摆水池啊内面的水，若伫震动的时阵，我用爬吼爬袂赴啦，别人比我搁较紧就跳落去。伊讲38年，表示伊已经看水池啊水震动几摆啊，至少38摆。但是我根本就袂赴，就算踮咧水池啊边啊，我爬还袂落去，人就跳落去啊。所以我到即马搁还无得到医好。主耶稣看到伊心的迫切，甲伊讲啥物？起来，摕你的袍仔离开，吼！伊真正徛起来，对安尼就得到医好。约翰福音第5章这个故事走出来一个上真趣味，叫做毕士大的天使。有一个故事叫做毕士大的天使。主日学的时阵，我的主日学老师讲互阮听，讲吼有一个天使，伊就是负责一年一摆。来甲即个水池啊吼，水甲搅搅，所以伊的名叫做毕士大的天使。咱踮咧圣经听到足侪其他天使名，你敢捌听过毕士大的天使？毋捌啦。但阮迄个主日学老师那遐天才，甲阮讲即个故事。伊讲吼，即个天使逐年拢来一届，啊毋知影倒一工，就看伊心情好，啊看上帝甲伊指示，所以就来甲水池啊搅一下，啊倒转去就爱甲上帝报告。今仔日某米人得到医治。吼，上帝好，安尼你的任务有完成，安尼吼。所以当年来叫一摆，转去甲上帝讲，什么人得到医治？有一年伊落来时阵，转去摕无名单，上帝讲啊，今年敢无人得到医治吗？伊讲无，讲为什么？啊，你无去甲水搅搅的吗？即个天使甲上帝讲，我今年落去发现，迄个水池安怎？迄个水池安怎？无水呀！
今仔日落去竟然水池啊大无水啊，所以我就无法度叫，所以今年无人得到医治啊，今年无人得到医治。这个故事咧，甲咱讲啥？互咱去想到一项，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常常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来启示我，圣神啊，你都爱来甲我的生命中间，这个水底啊，甲我搅搅的，互我得到医治嘛。我即摆碰到困难，我碰到挑战，我碰到病痛，我碰到头前的路，毋知要安怎行。咱恳求上帝话命的话临到咱，互咱得到开力。但是水底啊，若空的时阵咱内面的水池啊，若无上帝话的时阵，圣神来就搅无物件。但是若有上帝话的时阵，圣神来一叮当，咱的目睭就要得到开，心灵的目睭要得到开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咱讲爱将上帝话命的话记伫咱的心内，真要紧的一个缘故。嘛是拄啊，咱所读的圣经，咱看到为什么申命记第6章会甲安尼，会甲以色列人提醒，毋若提醒因，阁提醒讲，就爱伫你的囝儿的中间，互你的囝儿的生命中间充满上帝话，圣神啊来要甲搅叮当则有物件啦。啊，若无伊碰到困难、碰到挑战、碰到灾难的时阵，碰到行袂落去的时，上帝国较安怎来？伊嘛拢耳孔脱掉，目睭看掉，看袂到，听袂到。必须待天使，圣神常常要甲咱的生命搅叮当。所以这个所在，申命记第6章遮在讲，我今仔日所命令你遮的话，你拢会记伫心内。这就是咱的讲，要安怎会当领受上帝话命的话？要安怎领受？咱有真侪兄弟姊妹，逐工有灵修，逐工拢有灵修。无论你用丰盛人生，还是你用其他。有人用各种无同，但是你会记得每一日灵修的中间，经文无长，你甲迄段经文甲读好较熟，甚至甲记起来，放伫你的水池啊，放伫你心灵的水池啊内面。第2项就是你读圣经的功课，亲像有人叫咱与旧约有约，逐工伫写一句的圣经，你照这个圣经来读，若读到你特别有感受，你甲记起来。加读几摆。第3就是每一礼拜，当咱礼拜刷你伫一礼拜中间，你至少找一段时间，因为伫咱内面，今仔日听我讲了，你会发现有足侪圣经的经文读了就过去就煞，就足无彩。但是因为讲道的题目基本上伊有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无法度用到所有的经文，但是至少会用到几个相关的经文。你会当伫这礼拜中间，你甲手部摕出来，用到伫咱讲道所听到用到的经文，你搁一摆家己来甲掀开看，你会发现到，伫个礼拜听我讲道，听柯牧师伫遮讲，甲你家己甲经文搁摕一摆起来，你亲自听到上帝搁甲你讲第2摆话命话。所以咱咧讲读上帝话。第1个是你家己的灵修，第2个是你的抄写圣经，第3就是甲讲道，主日礼拜讲道的，你倒转去甲经文，搁甲变一摆，你会发现到你所领受上帝话变做非常的无同。当然，这个部分，若圣神搁激励你，搁无满足，你进一步，你就会当去读信徒神学系，还是讲有一寡讲座，有当时啊，伫咱的周报的顶，你会当通过遮的来得到帮助。特别是伫咱的周报中间，咱会写到经文的时阵，你会发现有一寡字无一定看有，亲像咱拄仔遮咧写的。头前即个字先是写啥？是申命记的简写，对无？所以你若看到圣经一开始，伊稳当有一个，互咱知影讲每一本圣经总共66本，有当时啊咱的周报中间咧写出来，敢若写一字，也是敢若讲，亲像咱会看到。敢若写一字，约就是约翰，约就是约翰。安尼咱会知影。过来有一个中文的数字，即个5就是第5章，就是第5章。后壁阿拉伯数字就是第几节。所以有当时你看到这个数字，知影讲踮咧圣经中间，咱来变。虽然讲现圣经爱一点仔时间，
也毋过上帝话命的话，咱毋是真紧规个拢甲吞落去。通过即款的时间，敢若像你个愈步愈久入去，的确要对咱生命极其大。常常有营养师、有医生伫提醒咱食饭的时阵，都爱步较久的。食饭的时阵爱步较久的。共款上帝话命的话，当咱的显电，当咱的看的时阵，犹原共款。通过即个显的过程，其实是要互咱领受的时阵，会当更较实在。必须带的天使，伊要踮咧咱的生命中间来甲咱教，互咱知影讲上帝话对咱的意义到底伫倒。所以安尼，伫即礼拜中间，望咱兄弟姊妹会记得，有机会甲咱小组甲团契人，也是甲厝内人分享你背圣经的欢喜。含青年学生三甲斗阵的时阵，因常常拢要爱找圣经中间较特别的，敢若亲像讲，咱会讲圣经通底的一节，通底一句话是啥物？是倒一句？读书里学的时阵，老师就讲圣经通底一节吼，还是通底一句？伊讲安怎？讲耶稣安怎？耶稣安怎？耶稣哭。耶稣哭，迄伫个约翰福音，伫约翰福音11章35节，耶稣熟悉一个家庭，两个姊妹啊，甲一个小弟，马大、玛利亚甲列撒罗，伊远远听到列撒罗死。伫咱的家庭中间，伫咱的个人生命经验中间，耶稣常常甲咱三甲比地，伊嘛流目屎，伊心毋甘。伊担当咱的苦痛，这是上帝的一节，但是上真实的讲出道成肉体的上帝，含咱三同行，含咱最近经历生命的每一个过程，这是上帝的一节。圣经上长的一章是倒一章？诗篇，咱今仔日用了几落解吼，119篇，诗篇119篇，伊咧讲到上帝话、上帝律法、上帝教示等等遮的上帝命令，119篇总共有几节？176节，一章内面有176节。若甲其他比起来，差真多。我看到青年人我讲恁哪会对这遮有兴趣啦？伊讲。许哥，这会帮助阮继续读圣经，就是讲伫咧圣经中间去找出来一寡真趣味的物件，因会更较想要去看内面话命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其实你想看觅，你咧家己咧读圣经中间有碰到甚物款，你感觉真趣味的，其实你会当甲你厝内人讲者，甲你的囡仔分享，也是问你的囡仔，看伊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有甚物款较趣味的经验。甚至伫伊家己生活中间，伊碰到困难的时阵，伊考试的时阵安怎准备？伊下课的时阵，甲同学三甲斗阵，到底倒一句上帝话，互伊得到激励，即款的生命经验。第二项，咱敢有去经验体会到，咱的心灵安怎通过圣神甲咱交叮当，然后互咱得到造就。得到安慰，得到宽免。上帝话要互咱得到造就，上帝话要互咱得到安慰。上帝话毋但敢若造就安慰，伊阁要甲咱宽免。无好的所在、毋对的所在、偏差的所在，伊要甲咱宽免。苦劝咱、勉励咱，互咱会当愈来愈完全行伫耶稣基督为着咱备办的道路。这个功课，毋但咱家己甲上帝来尔，其实咱会当甲咱同亲密的人、咱厝内人、咱团契小组，也是咱的兄弟姊妹，会当甲因分享咱对上帝话生命所得到的感动、改变，甲领受到的快乐，同心来祈祷。
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话命的话不时伫阮的心内，伫甲阮提醒。你家己用最最温柔的声音来甲阮劝勉，你嘛用最最你话命的话来互阮搁一摆得到安慰。阮恳求主你继续，互阮会当欢喜，心拍开，耳孔互通，目睭闭金。因为你的话是遐尔宝贝，阮袂堪得互伊来走离开。阮要轻调伫主你的话，通好成做阮活命同大的一个满足。愿圣神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